可是你们假如你当俺穷的机会这个就年穷的顾客的，你们穷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选择解释个就穷的自选吧，你们会选谁？啊，当俺穷的选择题就俺选没当俺给没，穷的选择题这个就就是选年吧，你朋友什么多啊？四个吧，苗水养多少推荐，不然的里不干的就别的想。养到人接的多啊，没让家不们多啊。顶山的都让跑脚这些兄弟叫人不？有训不？兄弟，我看好你啊！顶当年说那就说对叫着兄弟，叫人不？有训了不？真的，一错噻。一错的话还可以吧，毕竟人家最起码如果你赠送了下不下对面上过还可以。那杨总他是落多少我也不知道，等会儿慢慢问吧。但是你们自己人没事呢，或者先把我的加成过了。俺选不过的，俺家选的选不了，力不大的就都俺选俺没的。先把这个加成过了。俺家都选的选不了。普通俺选俺没的了，他的给南东马浪给俺普了个面俺普没这么行。ผม都爱选的选 Kim 的，而且单期慢慢的，或者20元的小星星叫我加成的话，我当然读了。明年他们给么子的上当俺，哎呦，念了1元都念的加成过多去的，没错的。15个，11个，叫29秒呢，9个，我丢，你这加成的话过的，我就来弄，兄弟咱没些咱加成俺接不的，那俺得养到拉去了吧。他们都破百了，假如我赢了的话那赚了，不赢的话那没事儿。真希望啊的，谢谢彼岸花，谢谢刚刚的兄弟，让米线上让明通我们就那兄弟我也去啊，说西的那个烂的学校嘛没红，我这些扬州government面都是那个我哈我也有许多有的，也直播间那里有许多有的，我说俺呀没就干他专业才不行那样的。你信了不？俺没就刚才你专业他不写哪人啊？从来不喜欢乱七八糟。谢谢彼岸花兄弟，说现在那个烂的学习然不可以呢，不没能啊你亚路咱们就根本都去那么根本学习。谢谢美丽的西藏兄弟，叫人不？我说加油努力，用，差的不多下，我也专一，滚蛋，那么多嘛浪一点。谢谢丁铺兄弟，说是强暴给那边没强暴嘛，给不学校嘛，被迷糊。谢谢次兄弟的，就我都你弄过，谢谢执着叫人不？现在你那个人嘛，这那就啥东西没那搞东西没学校嘛，被迷糊。我那个做呢，是家因进点家的咱们下啊，我就给呢，也是你不说那个就所有都是个工作。今天的人拉给嘛的，我谢谢俺的就广东你跟广东人上次我也去，压力不大也去你，一个手机呀杨总啥关键么几山没看嘛了，中间对的给帮助，我真的不兄弟看中间对的，然星期上嘛从看嘛了，俺好公没的，他有没有老公我真的不认识，我现实中也不认识，我只是网络上面认识的兄弟，俺没这样，毕竟。没让强势巴士连打嘛连，俺民政局长里面的话，俺对吧？没让强势巴士开眼里面，俺还没过，你说那么俺还没过，对外讲俺来连嘛用。我说这生意呢，你看你啥子经验？那个前天嘛，去不去民政局对吧？强势巴士说这连干嘛？这多年了你，俺我就读不了，没可信呢。我告诉起个去强势巴士连差打楼下去的了。说个连啥？你加工为啥的？我他妈对些无的多，强势是连啥的？碰可些，我家去西周去个去，鸟周去个去，我丢强势连强势红包的谁弄叉的，没当楼下去他样都应该我告诉去。我生意的这种我那这，你们生意呢？你给我丢多少钱？能给强势什么连给？不给民政局给。说什么学会那出来给，牛个蛋那子蛋就这么学个出来啊你，订书机出来给，那都章子出来给，老些的，还我以为，强给出的，强给那面子他就强发给，
强说是人呢。3年的人来过，那过去东西干了没过多钱，俺1米多，俺看钞票有点，俺一趟1米多。多呢，我给当俺真心话这个东西记不了。俺累死我，谢谢啊，谢谢广东你的兄弟，还有那个是给我上墨镜那些兄弟。哇哦，丁小丁，年满了。咋的我嘛？丁小丁，哦，到下山老个才道理。这个问题，好好回答就行了。这个问题。哦，20岁的样子吧。你选。第二个啊，这广播进了盲学个这里。好的。你要这？那是哑光了去。也不然不相信人的。你骗人的话，叫那我不加的过。好好说话。5个字吧，5个。5个哎。第3个彩铃就没用。俺那叫那不干菜的你都来干在这里用。啊。家去过出去。家把也包出来了。你好好说，你好好说话就进来。好好说话，可菜。俺住去，确定。确定。刚才住那住俺能啊。俺。俺们穷啊，真是也不。第4个哈。叫赶这些的机器呢，就是赶这来个赶这来的，就是那动作我赶这些的。你在弄就是打字骗着人的。啊。动作的话，现在可能给你继续演讲。回答快点，这样我慌不散了。上下。这叫赶的嘞。俺上。不开档子瞧我了你。刚把家伙的家嘛的。刚把你的家伙的家嘛的。哎呀，这是第几个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啊。完蛋了，最后一个问题啊。瞧那我拿包也来。啊。那不是也包了在这里就也包给他进呢。哪不累死，干不累死。对，他说的实话的工作，这个女的没有骗的。这个我给你，在这个也不会耽搁，叫什么？丁小丁，瞧没瞧过呢，嘎不嘎呀？叫什么？可多，我要把那个一撮放大。嘎不有大。哎呦，我都发烧了，真的是很稳了。你是她男朋友吗？我都吃了，看到吃到了。打起老去，这旁边去。家人们等一下，大皮给支持一下嘛！那里一个墨镜么子没有，打了3场 PK 一个墨镜。好意思看我笑话，你们还在这里，真的是。丁小弟，你先闭嘴嘛！你错。是大的，你看过来呀？瞧了赶这几的记性个，基本个赶这几的。就是嘞，不瞧了赶这来个来的基本弄了呗。这种别问我，求你了，但呀巴啥了？哟，求你了，瞧俺那来个的这没。我已经没错了。啊。没事，你爸爸妈妈我这边没有，看不到。快点。越来越好笑，越快越很事情。啊！
你快点回答嘛！你别在那边装单纯嘛！你去下山的嘛，你进我才去。快点回答。干这，不是，就是干这期的节目，就是干这节目。那看的吧，学过呢，让你家老的录过呢。不要啊，平板给我，还在那里看，你好吓人哦！快点，快点，拿过来。这里瞧到闺蜜你那不今年都那个来的嘞，我就不吃。也快点。啊！啊！不能啊！我这啊，你要的是速度对吧？速度与激情。他中了，要闭嘴。第二个啊，你看过来，你别老是把头那样子弄过去。我也他们公司呢，气质些那么那么。第二个啊，这去我全身都在抖。出马不点绝嘞，出马不点绝嘞了吧？出。对呀，这还行。你不要让你的闺蜜教你，你那样的话不好玩了。啊，不多不少。第三个啊，叫给那不叫那阿婆给那的婆打入进去来。第四个啊，他的婆打进来。我在。呀，这么小啊？真没有吗？最后一个问题啊。就5个了呀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女阿秋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忙不来。啊，这个就要么的。啊，赶紧，对，快点，不忙不来。啊，可是啥他说？你那个闺蜜吗？那是你的老公。要让他直播，我跟他打 PK 吧，他真心话回答的可以。然后这样子你自己没有主见的话，俺俩说他 PK 才敲门弄。呀。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啊。没关系，今天第一次嘛。妈的，去你闺蜜你的阿婆今年都你的嘞。啊，瞧那我干的些，没那我的现在去年都来的嘞。阿婆的记不了俺呢，丫头把你放大吧。要宝宝。其实丫头长得脸型的话长得可以的，那肚小的干这些呢，那宝贝的7到6点解决的。杨总。杨总。你说。我们直播间有我亲戚的话退出去啊，不要看啊。亲戚进来，叫亲戚都走了，就干嘛的？没点光多一点。我有120几颜色，我们俩差不多。哎，你问吗？你问嘛？然后解释那俺咋了嘛？第一个真心话没用。不光嘛，就是干忙去干这类。3次。3了3的了，次了嘛的。
吃3次饭了。第二个啊，出道嘛的出点就不了三的，是咋个出道的？第二个就是唱那不搞这样的点。洗脸上次我忘了，这不算，这个上头。34个人进来看吗？差一点我的这个真心话浪费了。因为34个人进来看吗？第二个啊，那唱个靠跟的瀑打到前牛来，这真些说不加过。真没有。真没有吗？没有。第三个跳出瀑布打到前牛来。有吗？我说没有，你会信吗？肯定不信，看你的眼睛已经出来了，有吗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什么？那有吗？第四个啊，他感觉就是什么？叫哪怕闲着，叫怕咋牛嘞？啊，没有。你好土哦！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没有情调，是吧？不浪漫，没有哎，没有。好的兄弟。第四个嘛，5个。5个了。第5个就是平时都是戴冷袖还是不戴？肯定戴啊。戴嘛，这次现在上次都没戴手，我听说了。呀，你像上次你没问这个，不戴的话，那厨师那边有了吗呢？好，我今天就是单纯的相信你一次，因为以后的路还长着嘞。但是在座的所有人看完这些那些的，滚的跌住了，你打算拿这种马步弄啥的过？觉得不？对呀。那礼拜的都拿的，觉得不？讲的那说出马的过，拉开马的过。特别是那些男的出去玩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一见面就那个啥。不能一直怪男的。因为我们直播间应该90%都是男的。觉得男的，假巴的男的，不要我的朋友。我说直播间看我们直播的人，我们咋他呗？不咋他呗？都要洁身自好着想。对，一定要小心么子的，真的。那你完了哦，一旦得病了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真的不要图一时快乐，一定要好好想么子。小雨伞必须不会写着这里不会写着有病2个字的，真的。你瞧，就是父母送个，就是有3个女的嘛，那父母都拿这也不敢再打过来。所以嘛，不要乱搞就完了，乱搞的嘛，老妈的，叫女人的，你给我们普及一下嘛，叫拿这个现在少到敢再打过来，多那干着前来干掏不起的嘞，伢那什么弄的日这看的这看的。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没有病，我不知道。我给你们教啊，普门山工作，我给你们教普门山呢，就是你们一般普门妇科哪这样呢？有些正常的，猪不成看的就那是正常的，就是那别的如果那什么猪不是来看不弄嘞，那正常的，但是一旦闻到了那种热的酒发霉了的那种，你皮擦漏了，完了。真的，所以安安全全的啊，俺都不铺才能很好分辨，铺的话，那你见过俺掏不接的嘞。弄嘞，给钱多。多人不可能多赢，不过铺呢很好分辨，那你见过俺掏不接的嘞，一错。阿布今天都阿布人家拿的了过，那你爸拿的就过叫那阿布给那你见过俺打的掏不接的嘞。我这个，那南木人就过了，人这人怕什么弄的那日志看的日志。我这个，但最好分辨认的就是这个，那如果看掏不深那是看不出来的。那眼过到那肚壳大的，肚壳是那什么弄的日志看的，那就这看的就那是正常的。
那是正常的脚趾的。真的，飞机比我们更懂女人想，真的，什么懂女人？那是我行家呀，行家。真的，我今天都，啊，原来如此。我的嘎达啥家？飞机哥是行业的专家噻。好嘞。对。上班就在那里，拉债那里，那我做的把新包那里，反正安全第一啊。对。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还普及到了那个性健康教育了。对。都哪来了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真的。好不好？我自己知道去做这里。看，跟他好好说吧，他非要怼你了，你怼他，他马上又怼你了。那么你说俺咋是俺孙子我俺干了一个球了嘛？俺的林小天他们在你这。不，什么呀？不，林小弟，你会这样吗？不，咋可能嘛？你做。但是你一旦得了那个重病的那种的话，打针吃药都没有用的，那你就间接性的死亡，知道吗？你是那种吧？应该是不是，该对吧？下去了。真的。阿婆给人上桥来了。完全对，才知道。阿婆基本个给阿婆叫俺在的个阿婆在那里，有没有俺脖子嘞？啊，一错。啊，你看过来吗？你先看一下我吗？阿婆，我叫阿婆。谢谢主人为乐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气球啊？一错叫阿婆了，应该不能。阿婆叫孩子在这才能过家婆的。大家互关一下，交个朋友。杨总。哦。杨总给差不多也是弄那些酒了不？别把大的那看你是吧？来咱杨总不酒了不？给差别来。真的是。咱们这菜领就带你们三个好好播，那我就先撤了。谢谢你们三个给我们带来了快乐，祝你们前程似锦，一路长虹。希望你们肚上面永远不要开花。你也是啊，真的。我的话不会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对感情也好，对脚也好，我很专一的。虽然你们看着我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啊。我偶尔搞得我们会随便跟大哥说话干嘛的？你们不知道的，毕竟南模是那啥是那咋差不多那个。那就这，那啤酒那通常那强辣。男的也一样啊。我说不是那里，我说不可信的，但是大部分男的都不是，因为光那啥是他那不是那南模咋呀是那干类卡不的。这里是那我这个小子嘛点点干类些那的，俺这个那小鸡没弄来，小子嘛点点干类些那看的，啤酒桶那里跟的来的，那么是那鸡油嘛这个那修那家嘛这个，当的鸡啊当的锅子里，当的鸡擦路没吧那鸡切个是那蓝上锅子里，那蓝上看起来这个味道的嘛那看就来自己路那个，你晓得是不是？他都没听懂说的啥的呀，还在那里点头。听懂了，真的听懂了。一错肯定听懂了，他的话应该没听懂。对，一错应该听懂了。但是我是学医的嘛，我无所谓的，这些你说吧。学什么医的嘛你？医什么嘛？医力不嘛？医你啥？啊，专门医你的嘛。嗯。俺嘛过，俺医么过，俺大姨俺那的，那健康差不多那个。哎，一错。哦，那么就是很多人出的都，这里瞧，尊重人家汉城那边有啥？也不是那么的，你把他的看不起？一早啊，叫那杜妈妈们这是真的，我去，我真的看了。哎呀，那你们那个啊，好的，哎呀。那个我就先撤了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拜拜。有啥可以了是，好的兄弟。
这是依稀在等你的，等不了一点，我要下播了，谢谢你们。毕竟我累，谢谢俺的差不多就行了，因为明天晚上播嘛的，我就下了，谢谢你们所有人。就是叫了你们这里，你记录没肯定今天叫今年的，那个班主任的，引进民间的，店家的引进民间的钱啊，知道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可是今年没今年我，反正每次生的我的每生的一点点看来看不了吧？你我做那啥呀那的东呀那的对那的礼拜那的，这种咱们图下对的。所以好好的，连一个女的在收拾在休息，滚干摩机上下面吧，明天见着，谢谢，好的兄弟，谢谢你们，拜拜兄弟们，彩铃你记，拜拜 ，goodbye， 拜拜。哎呀，这些女人，干嘛？我是准备下了。对，看到我们就想下。对，看到我们两个就想下了。你们两个有什么好看的吗？让你关了灯都一模一样的，有什么好看的吗？再怎么关灯也开灯的时候好看。哎呀，哪里好看嘛？你们女人没有肚的话，你们是什么嘛？那你们男人没有的话，你们是什么呀？你们女人长得再好看，肚不行的话，有什么嘛？你知道我们两个肚是什么？我们喜欢肚，我喜欢肚，所以对不起。你喜欢肚，但是你的那个不行呀。我的行不行？大哥。你才大哥。妹妹。哎。这肚哪不赢嘞？扯的。听不懂的话，活该你在了。不是我突然那个的时候那个原因。突然怎么了？牙齿咋了？我看你是不是咋了？我记得脸都红了。你看到你我就脸红，烦死了你。那么真的可急妈妈的咋不行了的哭，就这么。那当妈不那这么弄嘞，咋不行了的？给家学生。啊不，给不。我应该是灯光的原因人，但我现实中皮肤特别白。应该那个我们的黑妹的话，应该都黑的，所以她叫黑妹是吧？对，黑，对，全是黑，从这里到这里黑，这里有时候这里白一点那个。是那黑妹女就是那种，天上的嘟嘟不说话，天上的篱笆响嘟嘟，嘟嘟黑，天嘞黑，嘟嘟黑又黑那种的吗？啊？你咋知道呀？因为你叫黑妹嘛。然后你就知道了。你好聪明哦！让我选这两个女的话，我肯定会选黑妹，因为那我们两个一组，你一个，我们玩吗？除了你们两个能干什么嘛？你让我们干嘛就干嘛呀！对啊，我们什么都能干。我喜欢看那个黑妹穿打底裤。可以啊，你好好穿嘛。其实你也穿打底裤特别好看，因为你的裤是圆的，真的就这么好看。你总是把那个肚子前面那边放空这些，那不喜欢了我，有点难。谁？你呀，就上次要好好的拉啊，不用拉肚子少的点母裤，但是你看我又脸红。还有我向往生一个，好好的穿一个。那我们俩。